唔俾人好過，自己都唔使旨意好過，要打到嘭嘭聲先有得傾。由4月2號開始嘅關稅風暴，搞到全球金融貨幣市場散晒檔。4月4號中國隊反台，向所有美國貨加34%關稅，仲拉咗幾間公司上不可靠實體清單。美國佬仲狼死，對中國貨加足54%關稅。4月3號關稅生效第2日，惠譽評級 Fitch Ratings 已經急急腳調低中國主權評級。而家啲中國企業真係吊緊鹽水，橫掂出嚟行預咗要還，不如拍台反台。全世界睇住㗎，中國做緊全球最大貨貿國，呢個時候唔出聲就真係任人魚肉啦。4月3號交易日，標普同納指跌到2020年以嚟最金。到4月4號中國出招後，全球即刻雞飛狗走。根據 FX168數據，美股嚟咗場史詩級大冧市，三大指數個個跌超過5.5%，齊齊創2000年以嚟最大單日跌幅。道指瀉咗2000點直插熊市邊緣，納指同高位比冇咗22.9%正式入熊，道指兩日累計冇咗3900點。金融界啲數仲得人驚，兩日唔見6.5萬億美金市值，超過47萬億人仔。美股七巨頭合共冇咗1.8萬億美金，約13萬億人仔。好似蘋果呢啲靠東南亞同中國供應鏈嘅美國公司最傷，蘋果冧咗9%破晒紀錄 ，Nvidia 都冇咗近8%再創新低，直插20個月均線。Nike、Stanley 呢啲靠海外生產嘅公司個個跌15%以上。由商品到股市全線負值，美股期指越跌越金，歐洲股照跟，美金短線插水，金價一支箭衝上3110，油價都冇咗近7%。資金走難式避險，美國國債收益率插水，其他避險資產即刻升價。彭博分析師 Athanasios Sarafagis 整理嘅數據話，今個禮拜現金替代 ETF、黃金 ETF 同反向指數 ETF 全部吸到錢，到星期四為止總共吸咗超過40億美金，係一個月最勁，仲要係2019年以嚟數一數二嘅單周吸金紀錄。除咗 ETF， 班大戶仲周圍揾避險資產。連美國國債、日元同瑞士法郎都唔放過，由口水戰到真槍實彈，搞咗差唔多半年。4月2號嗰份所謂對等關稅清單，講真係求其到呢。除咗張列到密麻麻嘅各國加稅表，解釋少到可憐。美國總統冇解話，反而國內有人幫佢計咗條關稅公式出嚟。微博的 Global Macrofin 計過話，同各國對美國貿易順差比例好有關聯。用華泰證券嘅話嚟講，今次係美國8年嚟最辣關稅，簡直係千年一遇嘅壓力測試。美國先唔係避風港，最傷嗰個反而係佢自己。美國好可能滯脹，聯儲局主席鮑威爾都認前景極不明朗，失業率同通脹風險齊升，所以頂住壓力唔減息。公眾號小熊跑得快引用高盛交易台數據，顯示大冧市嗰日你估係全球唯一有外資流入嘅地方。更加證明中國資產而家對世界有幾重要。搞笑嘅係，美國似乎驚全世界報復搞到冇彎轉。4月2號加稅公佈後，財長貝森特即刻出口術，叫各國唔好報復，話可能會有調整空間。侵個算盤可能係想趁亂食糊，但邊有咁着數啊？除非返去邊個拳頭大就話事嘅年代，但問題係佢隻拳仲有幾硬？4月4號彭博最新爆料，橋水基金利戴利奧同中國高層見完面後話，中美可能會傾人民幣升值換取減關稅。呢個世界真係乜都有可能，最緊要有得傾，呢樣就係侵第二任期嘅核心玩法。正因為咁，而家對住啲關稅數字太悲觀，或者跟住現時稅率計到咁盡，其實冇乜意思。